哋今日要討論嘅題目咧，就係、如果我哋係關心社會小組嘅成員啦，咁我哋嘅主題今年嘅主題咧就係關心獨居長者嘅。咁我哋而家就要擬定兩項活動嚟去關心呢啲嘅獨居長者啦。咁我認為咧，獨居長者嘅定義咧就係因為種種嘅原因，例如係配偶離世啦，或者子女搬遷嘅，咁佢就淨係得佢一個喺佢嘅屋企度居住嘅。咁我認為點解要去關心呢啲長者咧？就係因為佢哋其實可能因為冇人陪伴啦，咁佢哋嘅心靈上面咧就會有啲空虛嘅感覺啦。咁我認為咧，有一樣最好嘅活動咧，就當然係去相約呢一啲嘅獨居老人咧去作群體嘅活動㗎。因為咧咁樣就可以從而去擴闊佢哋嘅社交圈子，咁佢哋就可以認識唔同嘅長者一齊去傾偈，咁就即使我哋唔去作一啲跟進嘅活動，佢哋都可以靠佢哋呢啲嘅朋友一齊去相處，一齊去夠鐘。2號同學。2號同學可以開始。而家嘅社會所包括嘅人，除咗一啲勞動嘅青年等等之外咧，其實都包括咗長者嘅。正所謂老唔老以及人之老，自己嘅老人家、自己屋企人嘅老人家都要關心其他人嘅老人家一樣。始終同一個社會，大家一齊生存喺同一個社會入邊。就好似資料一所提到嘅諺語咁，你唔同情跌倒喺地上面嘅老人家，你跌嘅時候都冇人理你，你第時將來都係一樣。我有兩個活動，就係第一就係探訪獨居老人，咁組織一個團體去一啲獨居老人嘅屋企入邊幫佢哋做一下清潔啊，同佢哋傾下偈，睇下佢哋面對住有咩困難。第二樣咧就係喺校內進行一個義賣嘅活動，先向同學收集一啲佢哋完整但係佢哋又唔需要嘅物品去進行義賣，所有收益就去買一啲可能棉被或者食物等等，就去捐贈俾一啲獨居嘅老人。夠鐘。3號同學可以開始。我先定義翻嗰個獨居老人係咩啦？咁顧名思義，咁獨居只係一個人住嘅，而老人家就係65歲以上嘅人士。咁我哋咁個主題咧就係關心獨居長者啦。咁關心獨居長者咧，咁其實嗰個背後帶出嚟嗰個原因咧，就係呢啲獨居長者咁一個人住喺一個好細嘅地方咁樣，非常之孤寂。咁當中咧有啲就俾屋企人趕走啊，同埋有啲咧就係啲子女咧，因為即係冇乜能力咁樣照顧佢哋，咁缺乏個關心嘅。咁我就正就似呢一啲獨居老人嘅情況咧，我就建議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都係頭先2號同學所講嘅，就係探訪獨居老嘅。4號同學可以開始。我可以送佢去安老院咯，因為安老院都可以擴大嘅社交圈子，而且又有山又有海，可以望下風景啊。送啲精神食糧俾佢哋，就係啲書，活到老學到老啊嘛。好。5號同學可以開始。我都好同意2號同學所講嘅，送佢哋去，即係組織一啲活動去佢哋獨居老人有屋企人探訪佢哋啦。同埋都好同意4號同學所講嘅，送精神食糧咧，俾啲老人家咧會學到老。但係除咗呢兩樣建議之外咧，我亦都有另一樣建議嘅，就係學校舉行一個叫做長者學院嘅活動，就係同啲安老院合作，同埋啲或者社會組織合作，將啲獨居老人送嚟學校度，等佢哋學下一啲學校裏要學到嘅知識，例如用下電腦啊，整下嘢食咁樣咧。令啲老人知道咧，除咗咧佢哋唔係孤單嘅，仲有社會上有班人咧係關心同埋
重視佢哋嘅，同埋都令啲學生知道咧，原來咧獨居老人咧並唔係社會上啲小問題嚟嘅，一啲大問題嚟嘅。好，你哋有10分鐘嘅時間進行討論，而家可以開始自由發言嘅時間。咁其實我都認同2號啦、3號啦同埋5號同學所講咧，係應該有一啲嘅探訪獨居老人嘅活動嘅。咁我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呢啲獨居老人咧，其實係需要被關心啦。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傾偈啊，去了解佢哋嘅日常所需，同時亦都可以送一啲日常生活所需嘅物品俾佢哋嘅。因為一嚟佢哋嘅經濟收入未必真係咁好啦，同埋甚至係冇收入嘅。咁呢啲嘅生活所需就可以作為一個生活補給，令到佢哋被關心啦。咁同時我都認為咧，即使探訪完佢哋之後咧，係應該做翻啲跟進活動㗎，例如係介紹一啲嘅安老院俾佢哋啦，可能有人照顧佢啊，又或者係介紹翻俾社工去跟進翻佢哋嘅事情，咁去令到佢哋唔止係一次嘅探訪活動嘅，咁另外之後都可以有人再關心佢哋嘅。咁我都好同意1號同學所講啦。咁當然啦，咁探訪獨居老人之餘咧，咁後續嘅跟進活動係需要嘅。咁睇透過探訪嘅時候啦，咁我哋可以同佢哋溝通下，睇佢哋面對住一啲咩困難啊。可能佢哋睇下佢哋會唔會之所以獨居嘅原因，當然啦。有時啲老人家未必會肯佢哋會表達出嚟嘅，但係都就算即使佢哋唔肯講，我哋都可以可能一啲談天說地咁樣嚟去表達一啲關心，令佢哋覺得社會上佢唔係被遺忘嘅一群。我想補充翻我剛才所講嗰啲即係未講到嘅嘢，就係咁我哋要。當頭先我所講一個探訪獨居老人啦，咁就即係背後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即係比較缺乏關心咁樣啦。咁我哋就此如果我哋呢一個關懷社會小組咧，去到呢一啲即係去到佢哋嗰啲居所，然之後同佢哋去即係同佢哋直做探訪啊。咁送下禮物啊，俾佢哋，同埋同佢哋傾下偈，令到佢哋感受翻原來其實咧，我雖然寂寞，雖然我一個人孤獨，但係咧我起碼都有一班年青人咧嚟去關心我哋嘅。好啦，咁講完一個探訪獨居老人啦，咁就呢一樣嘢，我哋再去同佢哋即係好似安排佢哋咧去到即係有中閒嘅時間啊，咁到去到即係去到啲老人中心啊咁樣介紹佢哋去到呢個老人中心嗰度啊，咁去等到佢哋好似喺一個群體入邊，即係好似頭先1號2號所講介紹嗰啲咩群體活動俾佢哋，等到佢哋又唔再咁樣孤獨，即有翻嗰個有人關心佢哋咁樣，同埋會喺嗰個。即係透過老人中心入邊，佢哋識到其他朋友咁樣，係啦，就係咁樣啦。我好同意3號同學所講嘅嘢啦，因為佢所講嘅嘢咧，正正咧就係同我喺首輪發言講嘅嘢不謀而合啦。咁我認為咧，探訪獨居老人之後嘅跟進活動咧，其實就係真係可以去介紹翻啲獨居老人咧，去翻一啲嘅長者中心啦，咁去做一啲群體嘅活動嘅，咁就可以去擴闊佢哋嘅生活圈子啦。咁當佢哋嘅社交圈大咗嘅時候咧，可能即使冇一啲佢嘅仔女啊，或者係配偶去陪同，咁仍然佢都可以揾翻呢一班朋友去支撐翻佢嘅心靈所需啦。咁同埋佢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啲嘅朋友咧，都係同一個年齡層嘅，相比起我哋一啲年青人嚟講咧，佢哋係更加易去溝通㗎。咁就翻1號同學所講啦，你第2個活動就係想安排佢哋去一啲老人中心去進行一啲群體活動啦。就我個人而言咧，我認為呢一個其實係屬於探訪獨居老人嘅後續嘅跟進活動，而唔係另一個活動。你剛才亦都有提到，可以喺探訪嘅時候送一啲小禮品啦。例如即係佢哋生活所需要嘅嘢。咁我哋呢個
其實只不過我哋呢個關懷社會小組其實係學校內嘅一個團隊，咁其實經費就實在唔能夠去支援，即係支撐到咁大一啲龐大嘅開支嚟去俾一啲探訪即係獨居老人啦。咁我覺得第二項活動係可以搞一個即係進行一個義賣活動啦，咁可以稍為喺我哋嘅支出方面可以稍作舒緩嘅。咁咧，我就認為當然送心日常生活所需咧，其實係可以作為佢哋一種補貼啦，但係其實唔係關心佢哋最重要嘅一項嘅。咁我覺得呢啲嘅小禮品咧，其實係可以透過學校可能會有啲嘅資助啊，又或者係社會有啲坊間嘅資助咧，而去有一筆錢去送呢啲嘅生活所需俾佢哋嘅，咁就唔需要再特別去整一個嘅義賣活動啦，因為其實係唔可以確保有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啦，咁去買一啲嘅活動俾買一啲嘅禮品俾佢哋嘅。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當然就係要俾佢哋去擴闊，因為個生活圈子，因為佢哋係獨居長者，咁佢哋其實係好需要一個大嘅生活圈子啦，咁就唔需要成日都有人嚟探訪啊，又或者係去幫助佢哋。當佢哋可以擴充到佢哋嘅生活圈咧，咁佢哋其實係個心靈嗰個需要咧係先可以舒緩翻㗎。我又好同意啊1號同學所講，咁其實佢剛才你就所講義賣活動咧，就即係你係並未真係好同意2號同學所講，就話義賣活動咧就冇確定嘅收入啦咁係啦，就針對呢一樣如果你話係2號同學你頭先你所講話義賣活動會比較好，即係會有翻個收入喺度嘅話咧，我就會覺得你要。即係義賣活動唔係，我就係唔係真係極度，即係非常之唔同意你話義賣活動係點樣嘅，咁我就要針對翻個義賣活動咧所買嘅嘢係乜嘢，係啦，即係要俾人哋知道啊義賣活動其實係會買啲乜嘢嘢，咁令到人哋會唔會買先至有個確保收入，咁所以正係因為咁樣我覺得你要表明翻清楚你嗰個義賣活動咧。係點樣先至會係成功咯？所以我會堅持翻我嗰個立場，就係會用翻我所講嘅老人中心咁樣令到即介紹翻嗰啲老人家去到老人中心嗰度進行啲活動咁樣，即係一班群喺活動入邊，我哋唔係淨係要我哋呢一班義工啊，呢一班社會小組去關心佢哋㗎嘛。咁成班老人家咁樣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傾偈嗰時開心咁樣，即係大家我哋都即係大家佢哋我又係冇人關心，我又冇啲子女咧關心我喎，哎呀我又冇咗我哋嗰啲即係另一半嗰啲另一半咧，我又走咗咯喎，咁即係大家喺萍水相逢之下咁樣去關心，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方法咧，會即係比起頭先你所講嗰個義賣活動咧，會更加好。咁就1號同埋3號同學所講啦，咁義賣活動可能就真係唔能夠100%去表達到關心獨居長者嘅呢個主題，但係其實都係實屬一個輔助嘅措施嚟嘅。咁如果話去安排佢哋去老人中心，佢哋去擴闊佢哋嘅社交圈子等等，不妨都係一個好方法。不過我個人而言係唔能夠完全否定義賣活動嘅意義啦。咁睇翻4號同學咧，啱啱都講過話，其實係想介紹佢哋去安老院啊，咁佢哋就可以有一個好嘅風景啦，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你所提嘅建議咧，同我啱啱所講話介紹佢哋做啲群體活動咧，其實嗰個背後嘅理念咧係不謀而合嘅。唔知你會唔會想轉一轉你嘅
意見咧，去支持翻可能都係去一啲嘅中心咁做一啲群體活動，同時亦都可以擴闊佢哋嘅生活圈子咧。好啊，呢個建議好好。咁其實我哋大致上都係同意以探訪獨居老人咧為咗一個主線嘅。咁第二個嗰個活動咧就係去俾佢哋去作翻一個群體活動啦。咁同時就可以達到關心獨居長者需要啦。